如果有一種你每日都可能飲緊嘅物質，可以令你更加精神，提升運動表現，甚至幫你通頂溫書，你可能會覺得咁咪好嘢咯。但係問題係，同一種物質亦都可能令你夜晚瞓少咗，深層睡眠減少，第二朝早更加攰，然後你又需要飲多一杯咖啡。呢樣嘢就係咖啡因。而咖啡因唔單止存在喺咖啡上邊，茶、可樂、能量飲品，甚至部分 pre-workout 都有。所以今集我哋唔係單純探討咖啡到底係健康定係唔健康，而係由運動營養嘅角度一次過拆解咖啡因點解可以提升運動表現呢？係咪真係去幫你減脂呢？點解飲咗咁耐好似越嚟越冇效呢？最重要係，如果咖啡因令你今日訓練得更加好，但係今晚又瞓得更加差，到底係咪值得呢？如果你係新朋友，我叫做 Hebe， 係一個讀緊營養學嘅大學生。呢個 channel 會透過客觀嘅科學論證，令到大家嘅身心更健康。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先幫手撳個訂閱掣，再 send 埋俾親朋好友。我哋一齊踏上健康自由之路啦！首先，我哋要知道咖啡因究竟做緊啲咩？咖啡因係一種天然存在喺咖啡豆、茶葉等等植物之中嘅生活活性物質。佢最出名嘅作用就係刺激中樞神經系統。但係咖啡因並唔係好似碳水化合物咁樣直接提供能量俾你，佢更加似係將你身體嘅疲勞信號調低。點解？因為我哋大腦有一種物質叫做腺苷，隨住你清醒嘅時間增加，腺苷相關嘅睡眠壓力亦都會增加，所以你會開始覺得攰、眼瞓、注意力下降，而咖啡因就會同腺苷嘅 receptor 做咗結合，阻擋腺苷嘅作用，於是你就冇咁容易覺得攰。所以大家可以記住一句，咖啡因並唔係幫你叉電，而係暫時將我攰啦呢個信號靜音。呢個分別其實非常之重要，因為如果你前一晚淨係瞓咗4粒鐘，第二朝再飲咖啡，並唔代表你就可以恢復咗呢4個鐘嘅睡眠，你只係比較冇咁容易覺得攰。既然咖啡因並唔係真正提供能量，點解運動營養入邊咖啡因又會咁受重視呢？因為研究發現，咖啡因可以改善部分嘅運動表現，尤其係耐力運動，例如係長跑、踩單車、游水等等。證據相對一致，部分研究亦都發現咗咖啡因可以改善肌耐力、短時間高強度嘅運動、爆發力，又或者力量表現。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咖啡因可以降低你對運動疲勞嘅主觀感受。例如本身一個訓練做到後半段已經覺得好攰啊，頂唔順咯，咖啡因可能令你覺得其實我仲可以做多啲，所以佢唔一定令你嘅肌肉變得更加勁，而係令你更加清醒、更加專注，同埋冇咁容易覺得攰。所以咖啡喺運動營養入邊更加準確嘅定位係可以幫助提升運動表現嘅營養策略之一。但係要注意嘅係，佢只不過係其中一件工具，唔係所有人飲完之後都會有同樣嘅效果，亦都唔代表飲得越多表現就一定越好。講到做 gym， 咖啡因仲有另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標籤 Fat Burner。咁飲咖啡又係咪真係會幫你減肥呢？呢度就要小心啦。咖啡因確實可以影響到脂肪代謝，例如增加咗脂肪動員，或者改變運動時候用脂肪作為燃料嘅比例。但係脂肪被動員出嚟，並唔等於一定減少咗體脂。呢兩樣嘢其實係完全唔同嘅概念。真正影響長期體脂變化嘅，依然都係整體嘅能量平衡、飲食、運動、睡眠等等嘅因素。所以如果有人話飲咖啡就可以幫你減肥，呢個講法未免太簡單。更加準確嘅講法係，咖啡因可能影響到脂肪代謝，但並唔係減脂嘅捷徑。
另一個健身圈常見嘅諗法係，我飲咗咖啡之後好精神，咁運動之前咪唔需要食碳水咯？答案係唔可以咁樣理解，因為咖啡因同碳水化合物所扮演嘅角色完全唔同。碳水可以提供到足夠嘅葡萄糖，並且透過肝糖嘅形式儲存喺肌肉同埋肝臟，成為做運動時候非常之重要嘅能量來源。而咖啡因主要係幫你提高警覺、降低疲勞感同埋改善部分嘅運動表現。兩樣嘢並唔可以互相取代。對於長時間或者高強度嘅運動嚟講，適當嘅碳水攝取依然非常之重要。而部分研究亦都發現，咖啡因再加碳水可能對部分嘅運動表現有額外嘅好處。所以咖啡因並唔係攞嚟取代營養，而係喺適當嘅情況底下，再加落一個已經完整嘅運動營養策略入邊。而家就去到成條片我最想大家記住嘅部分。試諗一下，你今日做 gym 飲咗咖啡因，好精神，原本做到10下嘅 push up， 今日做到12下喎，你就會覺得正啊！咖啡因真係有用。咁夜晚呢？如果你因為下晝攝取咗咖啡因，令到你瞓覺嘅時間推遲咗，瞓覺嘅總時數減低咗，深層睡眠亦都受到影響，咁問題就嚟啦。因為運動表現並唔單止淨係睇今日，你訓練之後身體需要恢復，肌肉需要修復，神經系統亦都需要修復，而瞓覺正正係恢復非常重要嘅一部分。有一個喺2023年嘅 Systematic Review 同 Meta-analysis 綜合咗24個研究，發現咖啡因平均令到睡眠時間減少咗約45分鐘， sleep efficiency 下降，而深層睡眠亦都有所減少。更加得意嘅係，研究估算，如果一杯250毫升嘅咖啡含有大約107毫克嘅咖啡因，為咗避免明顯減少瞓覺嘅時間，可能需要喺瞓覺之前8.8個鐘之前飲晒。如果係一份大約217毫克嘅咖啡因嘅 pre-workout， 所需要嘅時間可能更加之長，估算可以去到瞓覺之前大約13個鐘。所以如果你夜晚11點瞓，下晝或者黃昏先飲一杯高咖啡因嘅 pre-workout， 你可能會覺得今日操得好爽喎，但係你嘅身體可能要去到夜晚先同你秋後算賬。所以真正嘅問題係，今日做多嗰幾下，到底值唔值得犧牲咗你今晚嘅瞓覺時間呢？